就欢迎路人，个得来一次听今日福建节目。这个礼拜我人嘅特别嘉宾是老焦阿龙我哋。个有老焦我地都。個有一件當佢面，到底係邊摸長長，面貴貴，後尾黑黑嘅火車。有個你誒，火車你幫你頭毛滲嚟咧，頭前，咁樣係啊，佢得叫我做鬼咯。我做鬼，你做鬼咯。係咁樣幫頭毛滲嚟，等滲嚟頭前看，滲嚟頭前，有空跑了嘛？搞笑，แล้วก็เราจะผูกกี่พองพาวันนี้你个地位是？Oh my god！ 個老姐。鬼鬼加手，你鬼假了。我假到香，個有人這電話呢？哎，John 啊，John。乜嘢？他這個you do it add another person. 這รู้嘛？我這邊on Skype. Skype OK。了個有老焦加講話呢？就講了掉。冇啦，你這個主角被上班了，係咪？哦 OK，啊，對，個有等陣個 at 就看就先，你有咩嘢嚇 ？Hello，就講俾對下上單。John 嚟啦，喂。乜嘢？我哋做掉。我準備看伊個名。OK，當然 at 呀。OK，แล้วก็未使講歡迎到底 Skype 入邊，未使講歡迎，แล้วก็有入玻璃歡迎，個當見背掉一頭，背掉嘅大粒頭，背掉嚟啊！我哋各位聽眾，感謝你收聽邊個嘅節目，夠空夠了。Kia 夠空夠了，這禮拜咧我特晚。夠啊喂，我 subscribe 咧。啊，咁時候有夠空夠 Kia，我若是看了這個是 live 嘅時咧，我若是 subscribe 部 live，我通 subscribe 就 Kia 我 number。誒，特晚我朋友一個嚇，寄這個啊，到新加坡位啊。做嚇？做咩你講？就講咩啊？特晚咩事啊？做哦，我朋友Oh my god！ 我朋友到啲新加坡嘅電台看到我喎。Saw you on TV. Now that's funny as do。嗱，即係我幫人開翕。哦，這裡。到啲新加坡喎，即因為真係好累喎。哦 ，Warner Brothers 誒，有一個有字幕呀。啊，還沒來哈？這是我攏冇看過嘛，這個 Facebook 哈。有啦，真久啊。哦，特別冇你甲幫我到新加坡，你寫咩字啊？誒，哦，知你。你寫咩字啊？會得？哎呦，我目睭比我 LP 較大咧。哦，伊翻譯，伊是翻譯哦。係啦，現在有狼啦。哦，哈哈 ，My God！因為都好啊，女人還是already 學起了喂。Because 所謂 video license 噶，學這個 media company 用 license 所謂 video 呀。
So 我定之時Google 咪是用 Google Pixel 出嘅是舊年 Google Pixel 是用我 video 嚟做廣告嘛，嗰啲 Snapchat 我看到，但係佢1000幾塊。有陣時嘅 license 用 video 咧就賺鐳啊，是用較少就賺較濟鐳。你禮拜諗咩講咩話題啊？哦，故意條飛機，故意告訴，OK 來準備講故意告訴柏林。冇鬼告訴了。就是咱看有鬼故事，无鬼故事，咱看大啊。哇哦！我已經是，Oh my God！依到底，我啲到 Facebook 度講啊，我知你有特別，你有特別燒掉，我看你冇人嘅，屙出來先。OK，普吉胖帕咧，普吉胖帕。我有鬼故事，OK，我學普吉胖帕講成嘅就嗰個出嚟。係啊，孟州講下我哋都孟州。我即係故事有幾那里，人講元素叫係咩物件？元素係咩意思啊 ？element 哦，OK，element， OK， 這個是恐怖，嚇，這個是好笑，這是早起我看到嘅，早起我就看 Facebook 時，我看到一 video 咯。How to get a ghost license？ 安怎考到這？我係 Korea 嗱，我係叫佢嘅 Korea 嘛。OK， 你看，maybe 有個人無看到，可能有個人無看到啦吼。我就看 video 4分鐘吼，4分鐘我就開來看。頭一個物件愛考到幾個 license 吼，就是你特別嚇人係人。100 dBm 以上吼，哦，人講，人講，哦，安尼我咪是贏咯。你有到100無？我一超起超出了，超出。我唔是講，我是超，我個意思啊。你真趣味嘅，下你 video 吼，伊就講哦，你下一個人講 ，OK， 今仔日我互你去一個人講下你鬼厝。你五間之類學生啊，學生去幾處伊嘛對無？你就去看，哦，今年我係下伊可以講，哦，頭一個來出來，飄者下伊者可以講吼，結果係個個人有一間人講哦，伊係你考車人吼就做 pass， 哦，叫咩合格。第二個呢吼，有咩啊？入格。啊！嗰第二個是咩啊？我哋都第二個是伊嘅。我未記啊！我看到嘅。嗯。嗰第二個是係做害人走，一出來咯，有一個人走，啊就拍攝吼。我想講，哎呦，這個 video 隔離好看一個，我就 continue 看落去，啊，接落去看落去咯吼。第三個就是講吼，應該是。你袂使效應，袂使可能翕到效應吼。啊，應該是第三。係 conclusion 啦，我係唔啊。哦，誒，我講我有你 video，你講你是唔是講你 video 裏面咧？啊，是 video 裏邊嘅。So I still have to take exam after I die 嚇。是哦。唔是啦。哦。伊是講 how to get a ghost license。哦。我朋友是嚟叫我 Facebook。啊，第三個啊，唔記得第三個係咩啦嚇，咱一頭去夾尾一個啦嚇，夾尾一個。你翕掉嘅事誒，翕掉嘅事。嚇，我講啊，頭一個過，第二個接嘅，第三個接嘅，第四個冇接嘅，第五個伊考官是甲伊講吼，啊，今仔日你第五個愛接嘅嚟講吼，你袂使互人翕掉你小英。你袂使行翕到小英，伊考官就可以看。嗱，是啊，這裡。做咩事你嚟正就你打你咪講我係 link， 我係 link 就打拍到對面。會使喎。我未聽你鬼嘅故事，咪咱家己去看，誒，我當今當到底都係幫 Facebook 本來學見嘅，我幫。OK， 我去 share 去本來學見，我去看 license， 然後你接落去講，接落去 finish 呢個話題。
哦，finish 我哋就夾尾一個吼，伊等陣咱去看啦嚇，你第三例、第四例按做接嘅吼，我講第五例，第五例講，我袂使意思講你接嘅嚟講，你袂使可能翕到效應，然後伊靠掛就可以看，你看人翕到你效應，有人掉下㗎了走㗎了吼，然後靠掛佢講，今仔日你得用一個人講 software 啊，喺你電腦嘅 software 吼，內件。software 是叫內件無軟件，內件，內件吼，在電腦入面做一隻圖，按看你家入格嘛，對無？原來看到尾吼，是一個內件的這個advertisement 啊廣告來。內件，阿龍嗰陣時講，咱咪講 software，你就講下。對鏡咯，內件。了，hardware 呢？定件。硬鏡咯，硬件。你拍係一條 hack 少硬件。冇啦，hack 叫個司機嘛，條筋啊。冇 hack 咗，hack 就是 hang。hack。hack 啊？條 hack computer，條鋪。頭先啊，你是一笑我嚟吼，我講只幾個數嚟嘅。只幾個數嚟。我咪講我喺大陸做工啦嚇，咪講喺我大陸做工。我喺隻樓，喺隻園嗬。海都，我喺海都做工。哦，我知啦。變成海都。我知啦，你買物件嘅時候。對，買物件。你買物件是對身體好嘅時候。冇。對身體冇好嘅。伊是定件嚟，伊是定件硬件嚟。我知你買物件啦，你哋某一個所在關樓入面買物件嘅時候。對。我人有3樓，我有3樓吼。我有3樓，我就第關係1樓咯。1樓是會入差唔多，我看100個人。我人有搬新嘅 office 甲舊嘅 office 嘛。有舊嘅 office 就有人阿妹有做工嘅，因為伊人講吼阿妹是伊人咪行過來新嘅 office，應該有人看過吼，哈你教伊啊，我當時嘅教伊吼，家己啲啊甲擼來擼去，然後當時會講家己開，然後當時哈你停點是係種plastic 嘅嘛，伊家己背起來吼。伊家己背起來，即個是阿妹個停廉叫咩？停廉嘛是唐阿里 sorry 我是差唔多冇掉招。安尼伊 CCTV 咪翕到？我人冇通看 CCTV 嘛。那樣講看到即個，咱嘛看到。伊練來練去吼，即物件人本地無相信呢，結果有一日是下晡12點就無，你看是下晡12點嚇，我睇有一個房間無人坐，迄間房間，伊是陰深無人坐，因為一朝同事甲講伊坐佇內面，你講哎呀，食蛇隻嘛吼，佢冇藤鴨嘅，有藤鴨，但是你看到陰暗嘅。那就坐喺那邊食蛇隻咯。講紅音哦，伊聽到有人叫伊喺房間那邊，叫伊名，叫伊名佢又吼，我當數。比如講吼，叫阿嘟，你叫阿嘟啊？冇椒碰吧，紅碰怕了。邊個去看者？無人嘅喎，講咪插伊吼。結果一站啊，你想過哈你房間吼，伊玻璃廳是無通開嘅，就是死嘅。如果紅險吼，伊係藤啊離嘅咧吼，一個飛機，飛起來係咩意思啊？伊掀起來，拖起來是像風吹呢？風吹呢？哦 ，OK，因為就講哇。不咪對屁股零人看，講家己開家己冚吼，講明見行出來，一行出來時吼，
看到那邊頭先一隻下條狗椅啊，啊，有隻查某長頭毛，長頭毛啊！你講冇相信，看嘅一把，喂，冇地落去哦。佢又依嚟狗人講，我佢講，哎呀，冇水啦。我佢講吼，結果那裡禮拜我嘅一個同事講，誒，我本看到，唔是長頭毛嘅，講是咯，因為你長頭毛哦。真正上令我一間同事嘅面了哦。哈密樹，唔知係咩數。然後佢又上個佢拿住我弟弟去未必是伊嚟咧。唔是伊嚟，係自己冇嚟，係自己冇嚟。係自己冇嚟。你係記啊 MC 啊，嗰日問去 office 啊。我真正驚有時，但是我拜啦。你自己冇看過啦㗎，我未看過，我未看到啦。我冇希望我看到。我都看到嗰時嚟邊咧學勁講講嘅，我希望你看到啊。我是希望你看到啊，然後我個同事啊嘛。你看到你望冰頭走，究竟係咩先？哈對。我看到伊時我佢講，哦阿 John，邊個跟阿 John 嚟看路？呀，你講對你普吉旁排除啦，我看。佢講買啦，感謝，我真正冇孤單吧路，我咪看。這裡是一個。嚇，有嘅一班嘅事。燒掉個，我怕山係把人講就成個到底嚟。嚟，我把不必聽這個學地都嘅，學地都嘅。哦，OK，我真係奇怪講我這裡我冇想特別甲人講啦 ，because 我甲人講幾難，有報這裡是本是這 happen to why 這咩why mother 嘅厝嘅，OK， 所以伊嘅房間呢有一粒嘅迄個面層嘅邊呢有一粒嘅 alarm clock 咯，但係 alarm clock 呢是邊有迄個有火嘅，所以當然是伊火就會閃咯。那伊把伊唔是，伊當伊有一站就是完全物件發生嘅事啦嚇。伊就是講，伊 feel 到之外，伊房間當然是伊看到伊 alarm clock 是倒邊嘅咯。你攞你一路看是12點多頂邊嘛對。But if 特登問嗰啲嘢，alarm clock 變咗倒邊去咯。所以嗰啲個實講是 physically 會你到底到對嚟啊？哦。first 嗰時就嗰時，伊家己無小心係，那伊就 until 伊個 happen 啦，就一站 until 伊 feel 嚟講，誒，我真正 sure 到我看了，我就係去叫 right side up 啦，我買塊當間最嗰陣時到邊去哦，那伊就 feel 嚟講就奇怪啦，那伊就也到佢哋啦。迄個人講啲看，那伊就到心內面，伊有疑講是有鬼啊something啊，那伊個講啦講伊到伊心內面講啊講，你是唔是一個你是唔是一個鬼嚟？嚇，但是你是一個鬼呢？你 show 我一個 sign。啦，你睇，伊係咧人講我講伊邊有火呀，本來伊可以倒去啊，係咯。Oh my god！ 你講出嚟可以是，伊阿諗打你是依家誒倒去嘛，下嘢啦，所以本來伊係咧可以變到阿諗打都倒去咯。伊唔掉錯，我話先冇看到物件嘛，所以伊講係面上，伊講面先是。你使好啊 number 好啊亂賣啊，真是亂賣啊！有嘢事啦，你個鬼啊是嘅佢嗱咩？伊都可以一個4字房啊咯。喲你是講伊4字房啊，伊就那在去就咁樣去買啊咯。那是講你唔是，伊講冇出 exactly 係是，伊出係4字房。都係掉啦，所以話冇嘢咯，冇嘢啦。伊話是講到佢講哎呀冇嘢啦，咪是這樣咯。你一堆嘢，你是 after
这一站咧是伊就start 忘掉物件啦，有哦。 Yeah. 你讲嚇掉我未記講我，伊講我你互我字，互我掉字啦，然後我就譬如說燒物件互你哈哈啊，計餅啦你嘛計餅。我計無 understand 啊，所以呢度無，伊無掉，伊話就講無掉無免燒咯，哈哈啊，再係再講佢哋物件就攞去辦咯，講啊，將佢無燒好啊，我好似啦，係算都無燒好啊，你冇丟，冇一自己是講無準嘅嘛， Hello，耶，一走嘛，一走嘛，嗰時冇講學辦事講俾爆，要俾爆。呢冇俾爆。呢個冇 guarantee。嗰一直嚟到係買吧，我好多字啊，係算都冇小物件興話嚇，你是一介要件。哦，然後如果是一處啊，一處，我都講句講外公是硬講啊，係咪嚇？嗱，阿妹 because 阿妹真係你講唔是硬講，你講是佢係記檔嚇。所以after yang 邊搬去家己厝咧是啦，after 我冇大 agreement 咧是一搬去yang家己嘅厝啊，然後因為呢厝呢，如果說嘛呢，就是佢哋夾 fitting 嘅，但係所以呢厝是冇按講冇咁嘢，所以 after 這類事咧是一直行啦咯，咧時候就咁樣去會按講，然後去會按講，咧時候嗱我這是你出線，啊即出線嘛，係咪唔是貴咯，對哦，然後就冇法咯，咪去按一個管理碼啲嘢係咯，你冇見佢管理碼嘅套管理碼套字啊？啊咧人個可以咩啊？胡啊講胡啊，嚇講胡嚇。應該是冇啦，嗱，一打咧講胡我就冇事啦。哦，你計聽落隻講緊咩住啊？我買，如果我冇計人多，我哋我冇計人多。誒，阿龍聽落先啊！阿龍 clock 好叫我叫咩？鬧鐘啊，冷靜。鬧鐘，我能潮叫鬧鐘啊，特別唔知唔是亂症唔是？亂症啊！叫亂症嗎？你嘅症係有亂嘅，亂症應該是叫亂症咧。亂症成日佢未車時間，靜都亂症，亂症都係靜喺度變落車。嗯。小款，我看小的我 topic 嘅 idea。亂症。真是你熱鬧呢？熱鬧我就講學嘅嘛。留咗下嘛？你做咩數？留咗未？你留證咯。講留咗咧，你 now 留證啊 translate 呢？呢邊你 translate 嘛，咱就冇講。now 熱鬧嘛，講留咗。冇相知。留咗，留咗。咧到後邊過嚟。唔是鬧咗啊，留咗啊。你到頭邊啊？你會唔會講做咩事有人到頭邊咯？鬧哦，唔是熱鬧咩？這邊留咗。做咩事俾迄個是正嘅，這邊是到頭邊呢？安怎 Mandarin？做咩事你係講 Mandarin 是正嘅，是正到後邊啊？家陣物件是 Mandarin 到頭邊。Mandarin 到後邊，福建話冇到後邊。流叻唔是咩？流叻唔是咩？流叻咪是流咗咯。流叻有人講流叻，我未聽過。流莊啊，是叫流莊咯，流莊。流叻就是流咗咯，上面嚟嘅。字正嘛，流正咯，流正。流叻係咩字？上字嚟，以前冇上聽哦。哦。上字嚟。抓是叻呀。有。哦。人講抓字，人講就字嘅。jet 啊 ，jet 呀，我裂啊裂就是 jet 咯 ，jet 裂哦。แล้ว anyway 你เสียวะเราอะลัมกลอกอีกกุยอะลัมเสียว我幫佢啲幫工啦，我看下咧，台灣咧一個節目啊，叫做《我的媽》，你聽過哦？唔係，就是講因專位逐個禮拜會講幾個數咧，有真一個真吉利嘅咯。啊！你應該看，伊講明顯嘅，特別，你看看啦。當我上次拎個咯，你一隻 episode 咗。你邊講啊？啊？
老三的嘴，我一个，我只衰，我甲你講，我腦啊無咩用啊，同佢嘛，老人啊，我頂一禮拜啦少，禮拜，我拜啦未記啊，禮拜。全程啦，全程啦。我去我朋友參觀，我朋友開參觀啊嘛，然後我媽甲伊個媽真識嘅，然後我人覺得是朋友嚟啊，然後特別嗰陣時咧，伊來美國伊度正開參觀嘛，然後我咪去找伊咯，坐喺媽去找伊媽啦，伊媽本是從啲邊嚟嘅，都好相似嚟，我咪自己找伊講話，講到講幾個數。講幾個數我都聽到只幾個數，我直直笑到講 OK， 我都未硬會記，所以我來對講嚟聽，你同我未記。落人講話咧，我常常都對喺我係開我嘅 iPhone 咧，我落未落落嚟嘅。我有呢，我歹勢啦，我結果人落我。嗱唔制嘛，我開我同你講，我開點先係我就開一落嘅。OK， 把我落，然後特別我 try 講話佢話會記啦，我一嚟就是。我係記嗰陣時邦哥誒，特別邦我係會記嗰 general 邦哥呢。我睇我慢慢講學上去，即係你朋友咧，就是喂真識啊，伊是個零啊，我個人講句講伊爸講伊個爸係啥，你知伊家己伊個 meditate 咧，伊去講 astral projection 你話，哈，所以伊度我朋友啦，一間就冇誒。伊度個一支去邦國 Island， 個伊佢哋 whole family actually， 一度去邦國 Island 嚟住，即係 resort 嚟住。然後一去住咧，講一頭就接去，有人住咗就接伊 resort 嘅 hotel 接去時候，伊到啲一國口大門都變到超美㗎。然後伊講伊變到超美咧，伊在一碼，伊在個零啊一碼，特別細行個段講，講變到超美，別使變到美別使講㗎啦，講嗰陣你 acknowledge 貴啊嘢嚟吹。所以伊度講，我伊慢慢講咯，然後就是就接 in hotel 時嘅啦。然後阿妹時，伊度講，伊度感覺成個有人看到伊係啥物，我未記頭一咩先，就係看到無看到。特別伊感覺就講像有，我聽到嚟聲少。聽到聲是叫伊是聽到聲咋，你冇注意聲，特別在嗰陣時囡仔嚟咯咋，在嗰陣時成囡仔嘅聲咧，你呢度冇呢度叫伊嘅爸，伊講呢度念呢度甲伊嘅爸講，伊成日講伊講伊 please 叫伊買嚟插輪啦，你可能係講伊講甲你鬼講，第二咩事？伊就對個困上者，伊個厝人家困上一間房間，伊困嘅 extra 係割可能殺嚟，一路困到啲房間嗰時，伊講不，對，我望佢實對，伊講伊 feel 到人 Q 伊卡，伊 feel 到人 Q 伊卡多啊，伊就你嚟 Q 伊，你就驚咧就無插，你就講伊咪講出來，唔驚講伊厝搞出來人驚，你無插第二咩事，佢困嘅時，個 feel 到。伊 Q 伊，伊只看起來時，伊講伊 feel 到嘅是，伊是半困半醒，所以成個含面嘅肯定感覺。伊講伊看起來，伊就看到一查某囡仔喎，一查某囡仔到底伊房間位咋，細漢嘅咋，你煩哪？伊講是煩哪咧？伊講煩哪壞喎？伊個甲伊 discuss 個講，伊個講你咪嚟插亂喂厝人什麼啦？然後伊講你若是第二名後尾看到嘅時，第二名時伊講我係爸，伊講若是你咪走我叫我，伊講袂買，伊講咪手伊個叫伊甲買甲伊佚佗啊咪講，然後伊度甲伊爸叫伊爸啦，伊成日念經時講伊叫伊講爸成伊家電連將講伊叫伊講若是你咪走咧，我叫我爸嚟啊，然後過了時伊度靜起啊，第三名都無幫行啊，無聽到鬼啊，無聽見到無來啊。then 伊對時對方面邦國對時，伊就甲伊厝人甲咱佇邊戒掉，然後伊人就伊個 brother 就甲伊講，人去接他是對來伊 from away from the island 啊，對人去啊，人哋食 dinner 時就講哎呀，你人去啊邊話咪較早是咪可能講咧，講人睡掉喺邊遐，因為只 haunted 嘅就喺下邊喺 resort，然後伊講因為有一個查某囡仔嘛，如果點就喺下邊死去講。然後
伊就死啦，一下子就驚啦，我死！I講 my God，I 講 my God，I 講 my God，你講反正就走啊嘛，離開你咧，就伊就夾出來講咯，格格伊嘅 family 人講伊看到人看咯，都係罵嘈伊咯，所以伊是到底到底迄個邦國 island 那邊嘅會看到即個查某囡仔鬼咯，嚟 Q 伊下，特別伊講伊唔是真正驚喎，伊講 feel 到成日伊會成個 protection 嘅 mode 呢，伊無講。伊部成個講變咗就 freak out 嚟驚啦！伊講是 because 伊部解出來人講伊就自己燒掉嘛。特別伊講下第三隻是超別冇去了，伊講第二隻講伊講要喊叫伊爸來催伊時嚇，伊度伊幾囡仔無去啊嘛，就係早起時鼻都無去啊，伊厝外口鼻，特別無人鼻掉，可能一隻人鼻掉咧。小啲差唔多80%啦，我講伊講較濟啊，我冇咩記。特別 gist of the whole thing 是要到下邊嘅，哇！個 impress 我係個記得冇，我是未記嘅。比賽啦，係啊，定住佢哪裡個講到比賽乜事聽？哦 ，Oh my God，個有一個掉，讓別人講成我補個 story 起來，我一個聽講到底一寄 email 好啊，到底 Bangkok， 你嘅驚啦 ，OK， 人講成別人講成個注意下。大媽撲機碰碰咁講，別人咧就講坐電加開車叫大粒頭加，別使講嚇，別使講有嗎？別使講有鬼告訴嗎？別使講嗰個啲哦。有啲等陣啊。嚇！我可能別人講先，因為我到 kitchen 度喺攞。然後我去別人個唔夠咪講我去隨我 email 出嚟。冇啦，你講你只驚啊，你只驚，咪講啊，跟住 Hello， 哦，豆嘅嚟啊 ，hello 豆嘅，歡迎。豆嘅呢度到咗 McDonald's 㗎？到處好啦，我咪隨你幾個時間講一間email 話，死都看我未記咧，上班 email 咧叫我講個幾個時我那時候好像冇當然冇，我講冇上掉你 B 嘅物件，我都未記起啊，就我就冇記啲啦。你亂講，我 in the meantime 我隨意告訴，上地這個數。我聽我咪講啊。嚇，這是未使講啊。B 傻啦，係講，唔是啦，係講，你是未使講係你咩？唔是，未使講，我是 Pauline。哦，Pauline。伊講我先愛想下，咁咪上錯。冇呢邊嘅錯啊？英文怎麼好啊？呢邊嘅錯嚟咗。Pauline 應該聽。所以 Pauline 你講緊係咪鬼嘢？Pauline 呢隻阿冇 Pauline 咗。對，Pauline 啦，Pauline 係聽啦嘛。我冇嘢啦。OK，我講咁多，我唔是講愛講幾個數，我是講。講下，講我聽我媽講，伊講秘術唔是咁啊鬼啦，有時講有你 spiritual 嘅物件來嗬，有大邊嘅出嚟，有你有香，有你炒下。啊，我聽伊講，因為我是Buddhist啊，伊講有一款嘅佛嗬，唔知咩菩薩啦，伊來時嗬，伊是夾多啲冇咁落啊，冇咁落嚇。แล้วอีตัวเป็นอีสิกะตัวที่เป็นล่ะ so อยู่บี咯อยู่ควานบีลูกบีอยู่พังๆอาแม่ล่ะลูกเกียแล้วบีอยู่พังๆสิ講咪講ลูกใจ對，我上小บี對冇咁落บี我媽特別我媽就暑假冇咁落，咪一仔就知道我，睇到阿妹行過時我唔敢講。咁咯，茉莉花。哦，茉莉花。咁落。別人個喎。高空山那是我跟你們那是都是，來我 share 一個，我 share 一個。啱咪咯，有你video 有見，是講你冇在係咪？個冇嘅啊，好像 video。但冇把你講咪講，但是講你有在有見，因為你在放出個 video 咧。但係就是係你在係咪話伊朗暑假是伊朗。哦，你講動物園啊？伊淡薄青，原來可能。
伊是毋是講南西嘅厝後尾掉了誒？我唔知，因為我是女啊，雞女花啊？唔是咯，我係咪？嗱，a few minutes。我聽加講你 connection 接個出呢喎。啦 ，because 我冇 internet 啲我厝當今嘛，我哦，別怪。我嘅 internet 嘛。OK，我剛聽這裡告訴你是我係一個聽眾啊，伊真正伊聽真只久了，我希望伊起來講誒，所以特別我突然找到 email， 伊講我看 OK， 就講伊是伊講。OK， 我就拖隻 tag 掉伊個阿毛 email 咧翻嚟嘅，我講即個頭頂，我死我記啲，我死啊！我差唔多未，我那時講我掉老人頂啊，未記㗎啦，未記其實仲要接手做乜 show 啊？阿John都注意啫，有人40幾歲掉大門銷啫。哎呦，死我個驚呢！哎呦，yeah，就lead to depression 啊，就正嘅。哎呦，我是真搞老毛啊，同佢真未記。你記正一個字，冷靜吞一字，好咧。冷靜吞字 ，OK。哎呀，我講未掉，我前面個未講，就未。我等陣我去叫我白腳聲咯，佢講就我未講掉。個文字鏡個了流都唔認咗啊！羅點正講一個歌數，係咪？你羅點正係講一個歌數啊！แล้วก็ไม่กินอ๋อติด repeat เสียงไอ้เมื่อกี้頭先我咁最白痴啊啦！嚇有咩？冇啦，講拔刀啦！哦，我等我咗都隻巴梅，จะปลาแล้ว自己梅。咩物件？嗱我試啊，我看我 now 啊，我試我特別想這物件啦，我特別想 reorder 過，我 fragmented 啊。阿 John 都係 YouTube 嗰位咁自己有。unsubscribe 直接 unsubscribe 啊OK 當叫我看 OK no OK 所以我就特意用伊阿毛反應啦嚇，這是伊巴魯幾整年啦，伊樣到1000車嘅20幾人都去合仔了ขี้แล้วDanube 啊，攞曬 Danube down 啊，แล้วตัวกาเป็นก็เลยเกแม่เป็นสิแม่แล้วกูสิตัวกาหัดใจที่去 shopping แล้วตอนที่จะ hotel แบบจะไม่ใช่講ได้ตุ๊ดปลาตุ๊ดแล้วสิอีกาหัดเป็นสิตัว check in 咯แล้วอี講อีจะแค่聽講啦อีสิปัจจุบันก็กิน嚟講啦我嗰邊嘅老人我即係希望伊起來講就特別arrange 看，แล้ว是伊度呢個無好我嘅畫面個，伊度講伊度把特別伊嘅關係，伊是特別 check in hotel 嘅時候，即房間嘅時，伊度放伊嘅紅教嘅歌嘅咋，伊隻 MP3 player 啊，伊度放伊紅教嘅歌，然後就放到啲伊嘅即個房間位咋。แล้วอีจะปังได้ปังให้ห้องเก่ากว่าแต่เอาไปปังจะอันที่ check out 啦อีกก็จะ是特別會成日做嘅關係喺去到 hotel 就是ปัง嘅看了แล้วอี到6點嘅時候อี到出去食 dinner แล้ว到出去食食飯แล้ว對嚟 hotel 嘅時候กับ8點可能係9點鐘食飯อี到กับอีบอbefore we went out immediately to shop me got me to take my wife's white cane before we went out 伊是前面啊所以我冇講伊講 white cane 是唔是伊前伊波是前面本我唔知แล้วanyway 伊就到伊嘅房間嘅時候伊嘅 MP3 哦嗰啲放條
It's still playing the SMS here that we checked in earlier. My wife and I noticed there's foul smell. Oh，對對對，如果講較早時 check in 嘅時候，伊冇甲伊度味到味臭味，但係我想到即告訴你看，伊講你味到臭味，了是伊講伊冇去臭味啦，所以特別放嘅 Christian 嘅歌特啲喺邊放，了伊講伊對去 hotel，伊都對去對，伊都對去夾伊嘅當家，伊嘅係咪伊？boy 當街 my wife's white cane before we went out for shopping 所以出去食飽對來時就去夾伊當街夾伊嘅咧當街嘅時伊嘅8點嘅時伊個放條 Christian 嘅歌個到9點冇 shopping 對來嘅時候around there because we have booked a massage at 10 p.m. upon reaching 伊就不對去伊嘅房間對伊 book hotel massage 10點所以9點冇對個 hotel 房間伊講伊搞伊 hotel 嘅時602房間伊講，伊就感覺到伊個 MP3 嘅 play 嘅 music 嚇，放嘅歌嚇，唔是伊個 Christian 嘅歌嚟咋，幫助變中學友嚇，變中學友唔是嗰個好了，伊放嘅泰國歌，泰國歌係 disco 嚟講，真係啊，泰 disco 嘅歌好滯哦，了附近了咪是嚇。伊個真係唔係夾杯嘅，即係不懂有嘛杯 ？Dreamcatcher 哦，不懂有嘛杯唔夾杯 Dreamcatcher 係啊，哎呀，睇你 Dreamcatcher 變到 Ghost Catcher 去 ，Dreamcatcher 係。你也不冇明日背背佢。你就似攝冷嗰啲哦。No，即係出嚟人可能冇好嘅物件。冇幾間啦，落係咩物件啦？我等，你攝夾爬到啊嘛？哎呦！你估阿妹有攝夾阿妹？係咪攝夾？怕太困啊！係咪了時候？你就咪跳講埋。了時候，講，了咪是，伊講伊搞佢哋房間，伊個普機，我個 read 咗佢哋去，了伊搞伊房間時，嗱看住房間嘅時候，伊就嗱跳 disco， 什麼 disco 歌？我唔知 disco 歌咩，是講 disco song 啦。你講伊就話沙心冇好事啊啦。有伊講伊度開門嘅時，伊度淡薄驚嚇咯。然後伊幫門伊做咩事都冇開門？然後伊講你冇聽到冇聲物件冇對皮咩？伊係咩嚟？伊講你冇聽到something冇對皮咩？然後伊講冇啊，你講叫你注意聽伊歌看，你紅顯冇個聽到伊嘅閃歌的。然後伊是伊度 I don't know how to call her 是啥？伊叫伊去拍電話伊嘅 sister 的冇上 room 嘅，然後 sister 我 call 咧伊甲伊昂得出來，然後 all of us had to，你係個人聽到，所以唔是一人呢，唔是一兩人呢，即係伊攞 another two couple 們出來們聽到咯，然後伊嘅 brother-in-law 咧就割一枚，割幾刀。แล้วมือจุดๆ到那邊เลยแล้วอีกมือควายสิ่งที่เฮซี่ก็อีกมือควายสิ่งที่เขาจะขีมจะปังเก่งก็ล่ะอันนี้อีชี้แฉแม่มา所以就割一枚แล้ว after 割幾刀嘅時候好像係 my friend from room 一拉康拉嘅ปังเก่ง嘅枚佢叫去嗰啲 hotel 嚟hotel people to อันนี้我覺得 disco 嘅歌是什麼哦然後伊就叫落去樓下 contact 伊個 hotel 嘅即 staff 啦，然後 hotel staff 嘅 housekeeping 嘅人就起來伊個門位咋，然後伊講伊個伊就問 housekeeping，哦不，伊講伊個 housekeeping 人開伊門啊，伊味到超細味嘅啦喎，到啲房間位，然後伊 music 個 still 放掉咧閃嘅 disco 嘅歌嘅咋，然後伊對伊包唔是前面，啊，伊講伊包你都係。發覺到講伊到底開門嘅時，伊個財經啊，伊個財經嘅會開倒掉，
even though 伊 hotel 嘅格冇拆落去個，人哋 hotel 都即係 hotel room 特別拆你格一格嘢 hotel 可以計開嘅。特別講伊 brother in law 本咁發格掉嗰人自己伊哋兩隻開門臭鼻是伊仔經可以開掉，一當佢話幾長呀。然後伊講伊個燈條冚個了，為伊每個了無開開個了咋，伊藤牙個了冚掉啦，無開就掉啦。แล้วยังก็ไม่เกี่ยวว่าปังเก่งเนาะแล้วI know that this is a spiritual attack the sound the ก็อีชาวบี comes from demonic spirit แล้วเขาเว่าบ่这是新的แล้วแล้วยังสกาย receptionist argue ก็ไม่ว่าปังเก่งแล้วอีตัวไก่講กับอี hotel manager 講ดู叫人話ปังเก่ง咯有時後尾係 we went up to 6th floor แล้ว before 這是新的 information 你話咗夾地字點啦แล้ว before 教我不去房間哦對แล้ว以後當咪走去伊房間後會解話房間時伊講伊念成咁就係你閃咪勁嘅看咋念咪勁一個開門咋你嗰時伊開門嘅時冇伊 music 㗎啦就對起伊 Christian 嚟講啦哦，哇，這樣㗎。但係我講 because the hotel was full, we end up not having another room, but got the split up to sleep with our friend's room. Oh, 所以冇我哋房間 hotel 冇嘅事，所以直頭去困喺朋友嘅房間。這一道聽到很告訴個，唔是 hotel 冇咧開咧房間有人嘅。Yeah, he was my classmate from Nicholas. When I thought me, the friend of mine best in a public hotel. You may want to share the next episode. Another point I forgot to tell you is on Sunday morning, one of my blind friends suddenly passed away due to brain hemorrhage. He was my classmate from Standard 2 to 6 in St. Nicholas Home. We met up in Citytel Hotel Penang on Baru Gogwe. Do the reunion lunch. Now, it's supposed to keep it but they siege it of Hari Raya. It's supposed to keep it but this friend of mine basked at public area to earn a living. Oh, he loved to play rock music. Oh, that's he朋友。咁佢是講 play rock music， 唔是朋友把佢個死去就伊唔知啊。Anyway， 這是我這條你若是有機會起來聽嚇，你有起來講嚇，你來講啦，讓叫伊幫助伊。叫伊起來，家己講嘅幾個數幾來嘛？叫啊！你想看去你 hotel room 啊？你看 hotel room 那是比較臭味啊，把打蠻大咯，頂。是啊，我差唔多要去到 hotel， 我計驚啦，當然想到。你冇去到 hotel 是咁樣嚟驚，你若是家己一人 travel 是去到 hotel 是就驚。我想我一人 travel 一人到。有來講話你有拄過哦？actually 一道呢泰國嘅。喲，辦 disco 嘅啩？佢在想。唔，伊唔是辦 disco 嘅，because that time 我去 business trip，然後伊嘅 customer book 互我攞嚟 room， 特別 each room 是有攞嚟 single bed 嘅啦，所以伊辦互我是 last room， 真係奇怪嘅，我隔安咗係哦，別開門嘅就，我 friend 嘅 room 會開掉，我落去樓下叫佢哋 receptionist 教我開，伊就起來後 the same way 我係隔嗬。一開嘢就，要念啊！冇念，特別是寫 last room 嚟，然後我就走去房間，我就感覺冇咩對皮了誒。袋落開掉去，袋落開掉去，所以我走去嘅時候，我 flush 袋落，我開一 tap 嘅水。咁我想嘅。我開咧時，我感覺冇咩對皮，了，我就講喂，嗰啲講我講。I think you stand by 啦。I don't think I can sleep。我講我 anytime 會嚟 knock on the door 咧，伊個 receptionist 聽到伊講，actually your door and your colleague door is connected link connected。The funny part 是我 colleague try to open 伊下個 room 嘅connected door 開，我嘅 room 嘅connected door 被開。แล้ว我就講我家己講，OK， 不要緊，我講我 friend 講 ，you just leave your connected door open just in case or you bang the door if anything happen 啊。แล้ว我就講 I'm going to unpack my thing， แล้ว我就開電視機。The worst part is 我未記下咧，即係咧
唔是 extension plug 啊，講嘅因係 plug แล้ว我咪 try 開อี drawer 咯，我 try 開อี drawer。The moment 我開 drawer 嘅時候，我看到攞嚟 Bible， แล้ว我就講哦 fuck， 我當面同我當時講嘢，看到 Bible， แล้ว我 push 佢對嘢 drawer， 看到 Bible 時，足啫，Bible 時 Bible 有開掉嘅。無 Bible 無開係攞本，我就感覺無咪對比 ，because 較濟無人係個攞本 Bible。แล้ว我就 push 對伊 Bible， แล้ว我就搞家己講，哦 shit 啦，做好啊！哎呀，開電視機啦，咪關啊，咪困啊，本未困啊啦，開咗電視機 back 我唔記得 send email 啦，嗬！我就係開電視機呢 ，every channel 本是鬼嘅，every channel 本是鬼。哦，我計講，我頭冇觀察啊，我計講，哦，是，別使，我開門，夜時開門啊，你過去喂，嗰啲 room 我確。好就你每個係開，你想學你當面晒 lock 啊，你解啊？冇，但係嗰個奇怪是，到moment我出去啊，我開門時我聽到我 toilet flush。แล้ว我講哦 shit， แล้ว我開門嘛，แล้ว我開門我計講，你背我去樓下換 room 啦，我計講別使啊，我感覺前日冇對皮啊。แล้วอีก講 room full 咧別使，แล้ว我個呢個講我個 exchange room 係咪？แล้ว我講 OK 咯，因為大部分就我咪講我個 exchange 啊，伊講我講 OK， then 伊講but then you don't lock the door first, let me feel the room， แล้ว伊行入去5 minutes 伊來敲門講I think you pack your thing tonight you come over my room and sleep。伊本感覺對無對皮啊？伊感覺無對皮 ，because the moment 伊是㗎咯。無啦 ，because 伊 room 攞嚟個咧有 single bed 咧，攞嚟 single bed， แล้ว伊拍習慣搬入去啦，係咧伊 the moment 伊行入去無久呢嗬，伊看咧，伊講I think I help you pack the thing, come let's go。伊講我講，我有撲機。แล้วมันออก過去係咧伊 room but the whole night 我人本未困 because 我人成時聽到隔壁有聲 which is my room 啦所以就開掉去哦你聽到咩聲？It's like 隔壁有人大聲嚇咯有人大聲 you know sometimes 你就喺你 hotel 哦伊個 wall 有陣時會聽到嘛成個人拔到物件還是長啲看門喺咧because you can feel that 成個有人大病 and it's the last room then 我教我跟你講never mind 我人到這邊這鐵櫃我人換 hotel 緊走啊有的 moment 我家裡 supplier 講it's okay we book our room 走because 我人 hotel 伊唔是直有 Bible 嘅咩？係咪 hotel 大經堂經都有嘅唔是？是啊，特別伊 Bible 嗬，其實伊是可能念經，伊唔是嚟過房嘅。I think 有講過 if Bible 到 if 你自己隻 room Bible 開掉嗬，本身唔是隻 good sign 嚟。所以特登我就開了，我看到本 Bible 嘅時候，我講哦，正啦。塞到對自己 I just pretend 塞到自己，佢開電視機，唔係就開，哦，隔離本是開 every channel 本是咗。你冇開先呢？嚇？先講先講，你講講。Because 我哋 every channel next 哦 everyone 不是幾個數，我哋感覺到係is a sign 啊，我感覺到哇，冇咩對皮啊，我笑了爛咗哦。我看你真假，你真假，你關了冇？關掉。咦，這個because last time 個 colleague 咧，睇下嗬冇啊，睇下我是 alone 呀，所以我 travel 嗬不是特登，不是一人呀，所以我特登去有咧 place 啊，例如講 Bangkok 嗬 ，I try not to pick those place 呀，因為我看只 review 哦，你我個去我驚。你阿妹困嘅時啊，你冚開啊，開邊條鏡嚟開多數嚟聽。我所以我睇到只 practice。No matter what travel Europe 好 Asia 都好嗬 ，every time 我困嘅時候，我帶落去開，แล้ว我留一個開到，bedroom 入邊 light 開，แล้ว電視機開掉，แล้ว我去困。
有時講我開條開嗬，你對咧開家己啲啊緊呢，開開我驚我 OK 啊，你個開電視機。真啦，電視機看你請嘅就知道到底電視機有人看的luôn。你 4D 出來擺出來。不，我特登開下你 channel，成日講有下你 action movie 嘅小拍。我特登開 action movie 嘅，so that no matter 我困個一半起嘅時候，哦，個當兵拍過 OK 慢慢拍。開日本嘅時講起來看到鬼戲安怎？嚇？你起來看到鬼戲？不，佢安怎唔驚？看到我刷刷呢，佢去，那就個聽到聲嘅，普通話呀。會驚都唔驚，不 no choice， 但是都特別人 travel no choice。係啦，因為我當然好像受到一個驚。That time my friend 我去 last year 我去 East 到East Fair 到 Germany 嘅時候，我 supply 一條，哇！我聽人哋講嘅時候，我講 Can you do stop it？ 我講我聽我講，我聽講。伊個伊 brother 去吧。你 sorry。我掟唔掉，我掟唔掉 button。伊個伊 brother 就係去 but different room because 伊 brother 坐伊 wife 去嘛。但樣本是想，伊是有隻新嘅，伊個樣去 shopping，then 伊 actually 大一兩節嘅時是 OK， 伊講第三節嘅時候樣去 shopping 啊嘛，所以佢喺你 shopping 嘅 bag 啊 plastic bag 係到伊嘅 bed 嘅表。伊講吼阿妹吼 suddenly around 2+ 嘅時聽到人成日敲伊做落啊。Yeah。啊，ketupat dah soy. Ketupat otak tengok ha. Oh. Silang bin ketupat ikia le message 我了嘛。你想 Rosma 邊啊？即頭先我 scroll Facebook 嘅時，我看到一條小影啫噃，係人白頭毛起來。咱用嘅時都可以看者人今日早起甲翕嘅，迄人白頭毛起來吼，伊面上頭先啊一圈呢，才看是最。我知啊，食榴蓮你好。Rosma，食榴蓮你好。我一隻條妹。哦，問你衰啦 ，OK， 你講到對你估嘢。因為可能伊個講可能咧，伊緊起來，特別伊 feel 到是一個解來喺房間，曉伊唔驚。哦，聽到你抓落聲。伊曉伊抓落嘅物件咯，我甲伊講，哦，我講咪個講我講，我甲伊講 ，today is my last day，我係陪我甲伊講，今日我免困，我甲伊講。你冇嚟教你北京。頂次時候我教英嘅時，我咪是大 hotel 本來當 reception 嘅 hotel，然後時我去教upgrade 我人，比較上教英嘅 upgrade 我去即 suite 嘛。伊房間每時後尾一間嘅，我特別驚啦。哦，咪人講咪大後尾房 last room 喎。特別好 ，actually 無我唔是後尾嘅，安裝嘅是後尾嚇。等我想下我房間，特別無我房間是 second to the last one。我去嚇，即我 left side 有一間我人嘅房，兩位房過去過一間個，下邊嘅是算係 last room 咯，但係我唔是 last room。特別 anyway 伊隻爽啦，我之前咧是隻爽，後頭隻爽嚟講係我度未記講有貴啊咯。對，特別我感覺到，但是我真衰，但係我 outdoor trip 嗬，我一人去是因特別到我攞嚟 bed，我唔知係咩數。攞嚟 single bed。我是個攞 single bed 我是個攞 single bed，and 我攞 single bed。But the thing 是，你攞嚟 single bed 嗬，人講你特別 occupy 喺你 bed 咧。嚇，對。你叫你衫咯，係咯，我特別是愛穿嘅衫，我就衫我係到入邊。對，but then 有陣時是 short one 嘛。舊衣係。我夾舊衣褲嚟啦，借到舊衣頂面咗。我自己是看到一名成效，你看的是你冇用嘅名稱效，你直接對來是你看到就去請起來是有隻名稱嘅啦，有人嘅印啊啲入邊。Oh my god！ 你看到是假，可能人困過假到啲入邊。但是我 specifically request 你嘛，我特登我 travel 嘅時講，我愛穿你 size fit。我特登 specifically request 你。我計
特特佢有 request 咗，特特我們掉攞嚟俾，但等我去 China 本時上嚟講，好我攞嚟俾咧，伊 bathroom 安尼大間，我大了我唔驚，我到呢發邊去啊，都要驚啊，個介灰鳥咯就我每嘢喺你 reception 我講，我還沒數外走嘅時，外走這樣灰了。我講我假如講我一個 female 大，亂唔是應該係我個呢 female 好我見個呢灰。我咪是我走到了這 direction， 我本未曉嘅，我不要看得來字啦，走到這 direction 咯。我那個只 option 是講你搞緊啲邊嘅是你會使改嘅 staff 拖嘅嘛，但是講嘢有環境，伊嘛是好你之類。你咪四字啦，個人拖嘅時，你個拖嘅時，甚至頭你嚟貴嘅環境。我改樣唔見，無好樣講存一個房 ，and then 我 room 個無 window 嘅就有。有一個真大個燈，無真大個燈咧，我個真 happy 講，有個燈好開 ，maybe 有sunlight之外，看壁了有啊，就開個燈壁嘅。你個較硬嘅，個無日頭拍掉啊。啊，無日頭嘅，所以等我到咗嗰時，我到廣州時，我日頭是真無成日對去咯 ，because 無人啊。我一人啊，我當然到 room 入邊我 mirror 我 iPad 度伊個電視機甲我 housemate Skype 我 try 我講你 Skype 啊。到這邊 Skype 啲新加坡呀？看啦，住有影我咪 Skype 咯，我媽都有影我本 Skype。你咪當咪是幫邊啲學嘅 episode 嚟看咯 YouTube 嘅。你咪幫貴嘅 OK 啦。即係特別咪是龍係阿龍 travel 嘅事，一隻特別旁邊啲學嘅。阿龍走去到路呀。because 人講特我聽可能唔聽係一樣嘅 attract 人嚟，something like that 啦。定到我有隻 housemate 講，我人看可能係是講 something 啊，可能會 attract 人啊。人不愛聽嘛，人不愛記，不啷講係唔叫名不名。聽啊，還是講？我人講人聽。就打邊啲學嘅落音嘅事。你這點你冇鬼告訴我這點。我冇聽。冇啊，我就是暗看咪鬼。你暗冇鬼嘅咩？暗硬講你告訴我，成新硬講你告訴我。冇咪有啊，一般冇咪興。即係冇咪興硬講啊？嚇？幫冇咪來，冇人來啊。哦。即係咪嘅每之類啦？會車就到來話啱嘛？哦，會車你當去教官啊？誒，會車冇嘢。當冇即佢就嚟啊！佢就落嚟啊！學掉。咩做？我別叫，我叫你做咩？我你講你特別 travel 時幫邊啲學嘅？對。困嘅事。因為我困嘅時，我冇聽到聲，我未困。所以辦就邊啲學嘅鬼個事聽會驚。你就是說，因為我驚講，等下上店了，我聽不行聲。我平常時我困嘅時，我覺得是 either 係開邊啲學嘅，啊冇是開 Korean 嘅 radio，啊冇是開 Golden Girls 嚟。棒。但係留在聲了，我梗係困。我未喎，我成日讀聲我未困喎。我冇聲。Actually same 啊 ，because 我本身 like sleeper 嘛，所以我有陣時我咁樣開掉氣啊，可能困。哦。Because at least 你困嘅時候，你聽到氣嘅聲嗬 ，before 你 sleep 嘅時，你 already 你 brain 講哦 ，there's a movie， 你別學別行聲嚟 distract 你就係。你嗱日日喺度睇啲乜嘢？You just take it as a movie 咯。我到學到困嘅時，開電視機嘅時候。我上嚟見啊！係咪？我聽未？你我講講拿督講 story。拿督講嚟。佢早嘅時，早嘅時叫往去 travel 啦。
，then 有一人 call 阿哥，我 temple call 阿哥，伊講伊個 emergency 吼，叫人叫，成叫還了啊。then 叫我後尾對嚟，我哥講未嘛，我哋 travelling 咁嘛。then 伊人，你都佢喺你那度講清晰咗。可能那度講清晰。走啊，都去走。都去走嘅，對嘅。哦。伊係人唔使再去得罪了伊啊，點辦到對為嘅係咩啊？哦。你合喂人嚟話啱叫咗，係人位冇事啫。Within 7 days 入邊嗬，一人80位嘢。喲。我阿哥請下你就講嚟時候呀，你就講咩啊？我買幫伊刷。喲。講伊就做嘢工作咩？要講下，要講。我未記得伊做錯物件，伊實是得罪了伊。然後我阿哥我條當時出嚟講刷，特別講未刷咧，講7日入邊俾伊名，你7日入邊燒。喲。你一丟是係咩理由啊？I mean， 伊係怎死？伊是成個一丟，安怎會再丟？伊是破病噶，係咪？伊成你成條本來是實奇怪咯，一個破病，佢看老公看病好咧，老公都臭計。你條本來是實奇怪，是安怎？是成個講想講去噶，係咪？因本來是時候，讓想講可能特別，早起我記得特別啱命咧，係一路 start 咧。哦。就樣看路是無相嘅，我看個樣吼，本身是吼，你看一個愛對愛吼，哈，真正個你。耶，我冇幾長了。係咯，你嗰陣當時我係騎馬唔掉嘅，然我騎馬，伊無上上講嘅，然後咧一掉，人下講頭。你騎馬是你即個貴講講緊嘅馬？冇啦，我係馬都係騎馬，騎馬。嚇，恁伊無上是喺面件嘛，恁伊就落光頭就，伊可能落光頭，恁伊就奇怪咯，恁伊厝只迄湖啊，真正真水個，規只紅湖啊，湖，只湖。恁一堆，恁就 same day 一堆個厝哦，伊湖死個了。喲，恁當時嗰時開始大我厝嘛。我厝規間未攞呢，樣啲因為佢我阿哥嗬，咪拖起來我，伊唔敢接我啱啦。哦，然後這時候再講叫，然後這是伊唔記得嗰個騙我喎，伊睇呢個變觀音媽啦、關公啦、下面啦之類嘅了。哦，我是觀音媽，我家族，我是家爹，我是下面啊。哦，就是咁咯。哦，你後尾再掉什麼回來？一時你上人錄光頭嘅物件。哦，光頭你冇知道要車上光街係上光啊？還是啷做掉？冇上，這是上，還是我以前講以前喺呢邊只做啊，喺數就學下，有呢只數學下，我就唔知佢哋我唔聽嘅。我係見乜係時我一個就攰啦，佢一直學下嘅數，就只做啊呢。啷個驚龜還是驚光頭？光頭啦，光頭啊！龜唔是 actually 就 dangerous，有啲龜嗬，因為佢係提線啊。嚇！因有啲綁了，啲人如果買綁了嘅。哦，但係我咪去食啊，就係你話。有時冇食，有時嗰陣時我係啱到時你其實一陣都冇做飯，就上大碗係你為了咗。佢幾時有講要買咩啊？我是一陣我換價數。哦。然後冇，然後阿冇個早起，6點幾點未到幾？叫到。有叫到。然後我即啦錄光頭嘅，嗰陣時我是你錄光頭比 after that 成笑到這啊！你係感覺冇好事呢，就感覺可以。So actually end up 喺人境嗰邊。哦。Tapi ulay tu kong tao maybe si already psychologically ada problem ni. 你一直嚟我I think 我嗰日攰玩個講都冇數咧，你成一定掉個手啦嗬，所以唔買食嘅嚇咧。你攰住咁做咩接上鏡咯？我這裡掉價嘅講數。來講。我講先。一時 OK，我如果我有時呢我有啥做，特別落嚟 counseling。
这里人有这安尼好 mental health 的 issues 啦。Okay, so anyway， 伊个是讲一间啊咩？I will change the some details because it quite is 人别人告诉哈。So anyway，so 这伊个 parents 就带一群人来啦哈。OK， 这里打波咯。OK，so 伊个 so 是咧，伊这打波呢，伊就是 actually 好到 hospital 有時 diagnosed as paranoid schizophrenic 嘅咯。So 伊就是然後就來咧是然後伊掉怪濟年啊喂，然後要 control medicated 有，然後伊 just 嚟講，伊成隻藥就成公共嘅款嘅哦，然後就 actually nothing much 嚟講，你會解 communicate because 你解講我啊，伊有時就有引路冇引路。That's serious 啦 case。So anyway， so 就是 just do what we can。但是，然後阿妹咧是大家，然後問佢嘢，然後因為然後講，I think 嘅時候，大家 parents 講嘅時候，所以咧又咧嘢問你講哦，然後講落派嘢啦，如果有時伊เป็นviolent 咧，伊派。伊 parents 嘅咯，然後伊就講啊，哦，伊這類事係咪啊？伊講伊 start 嘅時啊，伊就講佢是講看到啊，人對嘅咯，講是看物件嚇，有物件對嚇，去到路啊嚇，伊就講目睭尾直看到人對掉伊行啊，然後暗暝嚇，伊要困嘅時啊嚇，啲人都是。這邊對時啊，會叫伊做物件，啊，有時講去睇死人啊嚇，所以呢樣就是講人，你講哦，佢會硬講就講人對，那就你快去，冇啊，伊是 typical， 這是真 typical 嘅 schizophrenic 啊，我唔知啦，那個。你去，我講你去啦，看阿毛老姑嘛，同你講 schizophrenic 咯，然後去看你同人去看人講就講就是有件治療藥做我是你講我去看人講做我是未行那時咯又帶去咯，帶去 hospital 咯。即成個以前因為講，如果人有 family 一個嘅嘛，所以人都冇可以講大小人勁啦。於是有做咩事咪想講實嘢，或者隻我哋可能咯，something 安尼可能個。你讓啥啊？即係阿 boy 是唔是 schizophrenic？ 阿 boy 是唔是 schizophrenic？ 阿 boy Yeah, maybe. 那係叫阿 boy 哦，係幾時啦？阿 boy 啦，係幾時啦？我想咩叫阿 boy？ 唔係阿 boy， 其實阿 boy actor 我叫起來阿羅迪莊啊。你叫人講塔麥森啊？對，叫人講塔麥森。go 出去啦，故意講嚇啊！即係別使講嘅，使講啊！未使講啊，梗係 confuse 咗，哎呀死！未使講，人講，未使講啊。OK， 這是 happen 是估嘅啦，估過出啦。我 brother 佢早咧去 visit friend 大蘭卡督嘅啦。所以嘛是 sometimes 你去 visit friend 都有出去嘛，出去啊，所以直到是一樣嘛是 quite late 啦，咁一樣嘅處咯，所以嘛是換車停喺 traffic light 嘅，啊停喺 traffic light 講話冇去注意啊嚇，然後看到兩個人走過一車，是啊，所以冇去注意 ，OK， 唔要緊啦，但係兩個人走過，看到兩個囡仔嚟 teenage 呢款啦，唔是咪走過一車意思是講走過頭前啊？一停到traffic light 嘛，一邊仔車，邊仔車，兩個囡仔十幾歲嘅，佢走過，到邊仔嘅，所以嚟閃佢看到兩個囡仔冇去注意啊，佢看，after that 咪是看，佢就過迄個人咯，
本是無去開啦，係花貴迄個兩個人走啊，一 parallel 就迄兩人走啊，成個 jogging 啊，迄就 parallel， 所以無插關啲嘅花貴啊，花貴快本就無，咧即奇怪，迄人會對過嘅車咋，所以我 brother 咪介 friend 人看者咯，看者，喲無頭嘅喎，無頭嘅喎，斜講啊。兩人就在門看到相，嚇，冇出聲啦，唔看到是無頭。我哥講講，這個事是我哥講啊，依個無頭啊，無人兩人唔敢出聲，看驚啊，斜講啊，咧無久咧，兩粒頭大尾對來。一走上見頭爆。But the strange 啲奇怪物件咧是嗬。迄個人哦，會走快過車啊！但是所以我嘅 brother 去看者，誒，怎麼說？安尼緊，安尼厲害嘅這快車，我看你緊了，佢會對過來。哦，早起阿妹啊，你講？伊是唔是只暗8、9點啊？嚟，路燈啊，唔是正得啦個啦。我面，得落啊，得落。人家嘟。人家嘟嚟哦。我去個人家嘟個爽咧。嗰時候我記得對兩個去，我係兩個跳檔嘅。嚇。你講去數嘅嘛？嚇。然後我是一塊掉嘅。嚇。所以到時我最低咯。你講那這邊啊這裡，那邊不是你徛的啊？我看別個比我快點伊。哦。我就查某嘅，那這應該是就冇多 accident 嘅。我講阿哥，你是冇關我是囡仔嘅，還是？就個人講啊 ，train 喎咯。你古早時我暗做係橋道嘅嘛。橋道係咩？橋道講下你是未曉聽啊？橋道係咩？講鬼死去咧，是一杯被鬼叫嘅。係啊，咩？Go to the level，翻去yang go le in life 啦。แล้วว่าอังเกอร์ยังเล่มกินสิหอยควายเดียวยังก็真正濟來排隊來我正跳道款啊！咁啦未來啦，真正濟講，你看一個嗬，伊一個安迪嗬，伊有48年嘅嘅嘢。48年嘅。The thing is that 伊未去 next life because 嗬，伊係連續嚇，伊嘅元氣啊，is it 係你伊嘅，伊still be revenge on 人係種啊。whatever happened to 伊古早啦，所以做了這邊18年嘅。哦，一當見本嚟拖橋道當然。แล้ว我有時玩看到我已經了頭手喎，你看過一個阿媽看了伊出來本。你路看未到啦，你阿哥看到。我操！我操！你嚇死我啊！我都喺度暗度下，特別我未見啊 ，OK？ 呀！你啦，都我特別我嗰隻咖喱，就是個看你度第二白來，我暗住先喎。暗做誒？嚇，有隻粗鼻咯。暗做啊？Because 一二白是more like 加搞工喎，something like that。你一度白是個是。Oh shit！咩事啊 ？Oh my god! Something froze my computer. Oh, see. Oh my god! My computer freeze 嘅啫，嘛？Oh my god! 攞到 login 時，攞一條about 1 minute 18 seconds，係邊嘅事？我個 computer freeze 嘅，定嘅。哦。哎呦，試，點樣？哦 ，sorry，你 continue 講。哎呦，有事！真係試啊，我試啊。喂，試下而家走去試下，我冇咪講啊。It's a sign 掉，我可能是一個 sign 掉。我大媽三幾那隻龜你出來轉。Oh my god！我全應該是龜那隻，我龜那隻對了路啊轉。轉做面後嗰個最冷邊呢？你咪自敗。真係最冷邊呢？都看啲冇得。得咯，哦，這裡外面啊。你 poster？大媽係什麼啊？
ketupat來啊，ketupat來，甲我講。衣櫥啊，咦，ketupat來。講，跟住第一，我聽人講夠啦。你唔講嘢搬厝啦咩？搬了啊。搬咗，搬定。搬咗嘛？哦，搬來，搬嚟，搬去。搬嚟。哦，OK。我講啦，我顧住你啊。嚇，個字是未使講嘅事。未使講。未使講問講。這裡食底呢啦，這是大吉隆坡嘅大係你這裡落去什麼嘢那邊嘅嘢，大一 area 是叫遮嘟啊。遮嘟是嘟拉斯啊。啊。already 講嘅啦。嗰邊這裡 highway 過Taman Kon 呀。我知，答問，我係你冇知，我係 uncle 度後邊嘅，我 uncle 度遮嘟你嘛。嗰邊有一個 oxidation pond 咧，你阿妹那邊綁咗了嘛。哦。對。古早咧，係你 highway 咧。我唔知那邊有綁，特別係你，我唔知嚇。有 oxidation pond 啦，你阿妹這裡綁咗了嘅。and then 古早係你路咧是綁咗了咧，你即係政府咧冇去插管嘅，有 disclose 啦，講住住 body 個人係 claim 啦 ，claim 因冇人 claim 有時冇嘢去佢冚咗了落去，所以佢就路是隻垃圾嘅，係啊，所以我係 brother-in-law 咧，有時時開車，伊古早伊比較大下邊嘅見家邊嘅嘛。所以開車過下邊時嗬，人 feel 到人 Q 一卡，Q 一卡乜係林嚟？係咪？你講 Q 一卡啦咪 ？Q 一卡乜係林嚟？哦喲，多。乜咗啦？佢拿到一條啊，所以 normally 一種量咧，超過9點10點買對下邊買貴一條叫回落咯。哦。話暗崩，黑邊就垃圾。我覺得唔大邊嘅，但我真係佢哋拿到貴黑邊 ，because 係你 oxidation pond 你邊一邊有一條路通佢暗崩嘅嘛，所以你行係你 highway 呢咧，你看到 left hand side 靠了崩。哦。你看到，it's just feel 到人 Q 卡 Q 卡。冇看到垃圾嘅。阿咗我走咗去。記得咯。去阿邊個？買 Q 嘅卡嗬。唔係啦 ，Q 類卡啦，唔是 Q 嘅卡嘛，你在話嘛？係咪咪笑掉啊？係時候嗰陣時邊有驚冷氣入邊，睇你喺度攞老講。我有顧住你個，是lately 一記我lately baru去 Korea 嘛。對，一記。so 我諗嘛是去係你哋啦，嘟食飯，應該是後邊應該在啦，係你평嘟嚟，평嘟嚟 ，so 你去 North Korea 咩？冇啦，嘟 tax 啊，嘟 tax 啊，평장嚟。평장係你 Olympic 嗰邊啊 ，in between 啊，阿未過過啦 ，borderline 啊。冇，평장 Olympic 邊啊，我冇見 North Korea 啦，但係嗰邊就嚟叫hotel 馬嘟。嗰邊我張8，第單是張8啊嗬，我搞我 sister 查某囝困嘛，then because 我隔壁嘅房間過來嘛，我 sister 有過來嘛。第time 時我去查，我叫我 sister 過來嘛，過來啊嚇，我聽到人叫我咋，叫我咋。你叫你名啊？叫我名，伊成個名啫啦，你查伊嗬，我叫你名 John，John，所以我當我 sister 就，我就咩咯，什麼數咋？我冚嘴嘅，什麼數？就我成日我成我 sister。伊就冇結困啊嘛，所以我人嘅了人困嘅了嘛，所以我成個 sister 就幫妹
講是聲叫我咋，所以醫生John，我咩事？然後我聽冇聲，然後開嘴，佢在聽人叫我，你看，所以 after that 我就覺得唔對路，我都冇人應我，因為我冚嘴嘅，所以出去時我都看到我指那邊夾衫嘅，我講你是唔是叫我？伊講冇啊，所以 after that 我能 check out 佢哋 hotel 咧嗬。我就問咯，我同佢講嗰陣，我落去收時，錄收時，我問佢講，你出咗冇叫啊？冇啊，後面數，伊講，我聽到人叫我就 typical 嘅 Malaysian 嘅人叫我，上加擼嘅聲，你看見我講冇啊，伊講是唔是人上加講福建話？伊講嚇，我講嚇，就係講，有一大所謂大我人大 B&B 嘛，我聽到人上加唔是叫伊。是人生講話，講聽到講福建話，特別我諗個 B&B left right 嗰咧是 Korean 係嘛，所以就奇怪咯。一上啊聽到人上啊講 whatever， 咩上就起哄 whatever。特別我講聽下，有啲鬼嘢啊，一人出，讓佢都聽到，都看到，當時就都看到，尤其是聽到嘅聲嚇，讓是對迄個成個都識白嘅人嘅聲。特別真係曉，成個人古人在叫當等人嘅名。冇咪，意思，我以為你先係鬼背嘅朋友。用嘅。可能只隻鬼有聽別人學嘅博家師有講。所以我講係神鬼啊，就是這樣咯。阿龍你講咩？阿龍，你聽到見嘅聲是會嘅咋？會聲是見真係。你聽到見嘅聲是會，你聽到會嘅聲是見。黐孖筋啊！我是見起來個時候未掉嚇，到底是見還是會？會啊！你是見，我見，冇見，會，見，冇見。你識講嘢就有話係咯。嚇？係咩嘅？不過但係佢邊咧，我記得要屙掉了。哇！好可憐。一等隻股嚟嘅，finally 有隻邊個人嚟我 try 看。係咯，時咯，唔知我都沙係背嘅都會。我就 passport 咯。伊若是不當我唔知人家聽到，看到鬼是聽到我聲呀。那對了我聲。以前我聽到，查某笑啲都冰是住啊。我啦。哦。安怎來寫一邊都 left right 嘅了嘢，特別畢竟我 show 是 mono 嘅時候，我聽唔出。Maybe this episode 特別放 stereo， 你該聽到我聽啲物件。OK 啊，我點會換我一條 cable 咧？我 cable 同冇零啊，意思啊。啊是我 computer 咪換得死啊冇路。computer 唔能拍啦嘛 ，computer 上會掉佢嚟打啊，輕佢嚟打好個仔。OK 啊，點樣啦？電波正啊！我係小打，然後叫到人不知有幾個數字咧，我是希望攞嚟起來講啦，寫定住一間聽講啊，寫好啊，係我希望都不到嚟講，親身嚟講。我做試吧。係咪試啊？係咩嘢？你講咩？講下就。哦，你做咩嚟鬼嚟？你講咩下咯？我講試吧。我唔是試吧，我冇看到。我冇看到啊！就是試吧，佢冇看到嚇。所以冇看到。係啊，我嗱曬阿 John 啊，你仲冇邋遢。邋遢就講我邋遢，就講這些。落來是邋遢。哇！你是裝，你都未講你是裝。你多些聲。啊？我咪夾啦，我等我夾啦。你是住嚟，你是柏林嚇。柏林啊！喲，你咪教我講，你幾時 Skype 嚟啦 ？Skype 嚟啦嗎 ？complain 係咪係咪？嚇！樣名，安尼好聽，你好揾名你歹聽。你使講，柏林啊，你唔知係咩？你有叫唔知係咩？胡記碰爬嗎？好聽啊！你咪柏林嘅，你咪胡記碰爬。普基幫飯，我係教識啊！係咪嘅？普基幫飯唔是乜海啊？普基幫飯是日本流魚海。冇啲海。唔是日本流魚海咩？唔啲海。日本流魚海啊！成個是日本流魚，你記咗是唔是啲海 ？B B B，你講 B B B 嘛？
本來講不見碰棒，我唔定有。I think 是日本留意講嚟咗正正咯。LCCC 啊，LCCC。OK， 實在是但啦，頭先講嘅成績咧，我啦特別改變咧，這個禮拜咧就是老椒啊好屌咯，然後個有奧迪度啦，然後個有個都白嚟聽無嚟講，然後個有新椒，不得買啊，然後個有開車啦，個有普吉胖胖，個豆嘅。拜拜。字典啊，加工啊，拜。然後個有到啲 Skype 合併上特別 LCCC 大粒頭啊 ，LCC 大粒頭 LCCC， 我唔是 LCC 啦，咩人就講？就是 LCCC 柏林啦，拜拜。柏林加豬豬個別使講 ，OK。今次啊，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啦，多多嚟收聽，先呢話題，拜拜，拜拜。